温州歌迷跟叫吧！谢霆锋10月31日温州演唱会正式官宣，这是谢霆锋第一次在温州举办个人专场。之前本地歌迷想看他只能奔赴外地，盼了这么多年，终于不用羡慕别的城市。进化巡演每一站都充满惊喜，西安泼水狂欢，郑州出圈互动名场面依旧让人印象深刻。好，已经很期待祝温州站会解锁什么全新彩蛋。首场温州个人专场机会难得，让我们现场来场活着 Viva 的激情大合唱吧。想法歪了。另一个是刚度过一个危机的东西，对，但我觉得两个应该都是就终于等到那一刻的那种感情到了。我们只是拍了几天了，就已经要拍那场戏，10天差不多，所以其实很尴尬的，好像重复了很多遍。除了浪漫的玩亲亲，片中还少不了让粉丝脸红心跳的滚床单戏份。片花中两人赤裸上身，只靠一条碍眼的床单半遮半掩。高圆圆更声称这次献出了自己从影以来的最大尺度，对于女神的自我牺牲，霆锋丝毫不为所动。他最在意的竟然是镜头中自己够不够美。拍了几条之后，大家都认同的一点是他们拍的挺美的，所以我们才拍下去。我那个时候特别瘦，他好瘦，好瘦，他都不吃东西。那脱衣服嘛，那怎么吃到？你看嘛，这次要脱衣服，拍完脱衣服马上吃。我们是拍完脱衣服的戏到了纽约，你体重已经是相差很远，不断的试。那个时候跟现在起码有个15-20磅的差距，很大。缠绵过后，谢霆锋还不忘为心上人献上爱心早餐。近期的热播节目12道锋味中，谢霆锋就凭借专业级别的高超厨艺赢得一众女神欢心。一生一世中，谢大厨偶然的一次临场发挥也彻底征服了高圆圆。好吃。那个是意外，因为本来我以为是有一个道具兄弟来去帮忙的，没想到他们准备那些食材，对，就买了食材，但是没有人做。我说哈，那谁做？不知道，结果就我做了。鲜为人知的是，谢霆锋虽然厨艺高超，却从未给别人做过早餐，甚至连家人也不曾让他破例。这一次，他着实为高圆圆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第一次。早餐这个东西是我一直不肯为别人做的，所以我其实在那一刻我挣扎了好久，说煮早餐。我自己有一个承诺对自己，我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做给一个很特别的人，因为我觉得早餐是很神圣的一件事情，你要为这个人提早起床，不要吵醒他，准备这样的一个心思的东西，我觉得是很浪漫的。你也没想过是我煮吧，因为一开始肯定会大家都以为是有人会准备好，然后递给我就拿给他。因为我躺在那躺了好久，我在想怎么，我以为他在那边弄一弄，东西就端出来了，我就一直在床上就这样假装睡，然后我想，我该睁眼了吧？等了好久，他就从头到尾在那边都煮，然后之后因为要是热气呀或者什么，所以每次都煮新的，很好看。那个这边有炒蛋，然后那边有点缀的那个是小红莓还是什么果酱的那个，就很漂亮。从影以来首次挑战爱情片的谢霆锋，谈起和高圆圆的合作，却声称自己留下了不小阴影，并当场撂狠话说再也不接爱情片。跟高圆圆拍完一生一世，我觉得以后还是拍动作片就算了。以前都是动作为主嘛，所以我会形容为这一次是我第一次真正的爱情电影。这一次更累，身体上的累还是可以在几天就康复嘛。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像过山车一样的心灵上的高高低低，原来是很累的。我没想过，反正会很伤感吧。剧情就是不开心的。对，然后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就没办法，就是能够真的长相厮守在一起？就是你很久都会跟着那种淡淡的那种很心里觉得有点酸酸的那种感觉。虽然现在嘴上说泪感不爱，但据小编考证，当初谢霆锋破戒首次接演爱情片，正是冲着女主角高圆圆来的。她是一只恐龙。
应该说太稀有，这个年代就根本不存在的这样的纯的，就拥有非常好的这个元素，是现在当代的女生是我敢说是基本上是没有的，特别是再年轻很多的一代，她的那种纯是让我很想跟她拍这样的电影。不是每个人都敢拿恐龙形容女神。听到如此雷人的评价，高圆圆也奋起反击，大爆谢霆锋私下一点都不酷。霆锋他就心还很细，比如现场会冷啊，大家都会拿巧克力给对方吃啊什么的。其实他过去的电影形象就酷酷的，我觉得还是会给人有距离感的感觉。可是他本人不是，然后出现在电影里的那个赵永远的那个形象也不是，就还外冷内热。其实他很对，就还是看起来酷酷，但他就心很细，然后我还是要说可爱，还是有那个可爱的那一面。在高圆圆眼里，暖男谢霆锋饰演的赵永远甚至已经 PK 掉正牌老公赵又廷，获封女神心中最有安全感的男人。赵永远当然是最有安全感，就是赵永远了。对啊，当然你离离合合还可以不理我好几年，回来找我又把它放在第一。因为我觉得赵永远他是最懂安然的那个人。我在里面也只是那种甩不掉的人，老跟着。你怎么跟在我后面？我习惯了，就很赖皮的一个人。默默的等了很多年，他最后给我打一电话说，终于想见我了。我说我没有离开过纽约，这4年我都在你那等你。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才让两位在戏中的爱情30年绵延不断。而谈起两个角色的一世纠葛，新婚甜蜜的高圆圆说，这部戏让她更加坚信一生一世的爱情。我觉得一生一世就不一定只是长相厮守的那种，还有一种就是就像电影结尾的那句旁白，只要爱过就是一生一世。生活中你去问，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能够相信才最重要。出道以来恋情就轰轰烈烈的谢霆锋，在结束和张柏芝的婚姻之后，还会相信一生一世的爱情吗？我相信一生一世。我还是期待这样的爱情。谢霆锋曾坦言，年少时理解的一生一世可能是占有，而如今也可能只是远处默默的祝福。一席话引起粉丝们的疯狂揣测，男神心中那个默默祝福的他到底是谁？让我们走下去，让我们走下去，从天堂到地狱我也抱着你，就算早已知道不容易。怎样才能拥有一辈子的爱情？9月5日走进影院，锁定电影《一生一世》，看金童玉女共同谱写浓情恋曲，听谢霆锋和高圆圆为你揭秘一生一世的爱情答案。行了，你住这儿是刚起，听出来了，看得出啊，听出来了。一走进来觉得才刚起，要做那么正经的事。你也可以把它做得不正经一点。OK 了，没事，你说。就是所以还是有那么一个心里面有那么一个默默祝福的对象。这个我就不回答了。你看，你不是说问电影？我帮不了你啊。这什么时候会想看？后天，应该是差不多。今天10号吧。你写12号播吗？啊，是，很紧张，我好久没试过那么紧张。你说跟范冰冰那集，是我最担心的一集。那个时候就是整个剧都还没磨合好，在巴黎天气又不好，所有东西都还乱七八糟，就选择当第一集我看，所以就看简介。是，好，来，爱奇艺爱电影，爱心事，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对，就必須付出你從來未付出過嘅嘢。
歡迎收睇《前進新世代》。嗱，今日嘅嘉賓咧，相信好多人對佢嘅演藝事業都相當之熟悉。不過佢同時咧都係飲食品牌嘅老闆嚟㗎。今日就請佢嚟同我哋傾下生意經，佢就係謝霆鋒啦。大家好，大家好。仲有我哋嘅嘉賓主持國超 Stephen 啦。Hello， 大家好。咁啊，大家都知霆鋒即係16歲已經入行啦。咁但係好多人都知道你近幾年做咗一個飲食品牌叫風味，咁但係呢個唔係你第一筆嘅創業或者係投資嚟嘅喎，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幾多歲就已經開始創立咗自己嘅一間公司咧？同埋個創業初衷係乜嘢咧？公司其實我係喺22歲開始做後期公司，咁當時係因為我自己係做好多前期嘅拍攝工作，咁我就係覺得我點樣可以再推進我哋嘅前期工作，拍啲嘢再靚啲，而嗰個想像空間再可以無限啲。咁我覺得當時亦都開始流行好犀利嘅 CG 啦 ，computer graphics。咁我覺得我哋嘅電影係喺呢方面係爭好遠，即係同美國嗰啲 Avengers 啊嗰啲真係爭好遠。所以唯一做到嘅就係希望開一間公司去更加學識呢件事。咁真係做自己嘅團隊，咁起碼我可以確保咗自己嘅廣告啊，我啲 MV 啊。有翻一定嘅後期嘅標準先，出到嚟係靚先。起碼我過得到自己關先啦。咁跟住由嗰度慢慢開始進步。咁所以22歲開始創業啦。PO 係我想問下個困難之處就係話嗱，你如果啲嘢已經呢個行業出現咗，你又唔使搞啦。係就係呢個行業啲嘢你覺得唔滿意你先搞啊嘛。係咁無論人才、器材 technology 其實都係唔具備噶嘛，唔具備係咯。嗰陣時你要儲齊呢3樣嘢係非常困難咯。嗰陣時個困難之處喺邊咧？嗰陣時個困難之處絕對係喺原來後期有好多嘅 equipment， 好多嘅器材啊，嗰啲設備啊都幾貴嘅。所以我就透過好多嗰陣時拍廣告嘅廣告公司就知道呢個識啊，呢個識咩，呢個識咩，就嗰度已經係啦，揾到一班朋友去幫手。個錢銀嗰度就係喺我之前拍嘅戲啊。咁我其實由19歲開始，我所有拍戲嘅錢我都係投資落去地產嘅。鼓掌。因為其他唔識，我就覺得磚頭應該係唔會走嘅。係呢啲嘢19歲已經識諗，淨係有人教你啦。即係咯，媽咪爹哋不嬲都話佢哋乜都唔識。係其實佢哋甚至乎話做娛樂圈嘅人基本上係好難做生意，因為佢哋唔識啊，時間啦，同埋你個投資嘅精力喺演藝事業嗰度，你根本就冇時間分身。可以咁講啦。咁所以我由細我都係淨係相信地產嘅。其實過去有好多即係做娛樂圈，又或者係即係有啲名氣嘅人去做生意，到最後都係失敗嘅。會失敗係。一開始你話22歲，一來咁後生啦，咁又要抌咁大嚿錢出嚟，身邊啲人有冇即係都阻止你咧？又冇乜。同埋我都係嗰啲偏硬頸嘅，咁因為我自己好早已經算係自力更生到啦。咁所以即係用緊自己嘅，係咯，用緊自己精力噶嘛。係咯，係啊。同埋你嘅性格都人哋埋嚟阻止你都嘥氣噶啦，可能覺得。咁但係我相信，我好想大家嚟理解，其實我唔係做一件好啱啊，好奇怪嘅事嚟噶嘛。好似你咁講，其實係有 synergy 嘅事係啦。咁同埋。我喺開呢間公司之前，我嘅 preparation 其實我又已經籌備咗，我知道我嚟緊個3年應該大約有幾多廣告量，會有幾多新歌量。咁你呢啲加埋亦都係我嚟填補嗰一間公司未來2-3年嘅發展嘅數字嚟噶嘛。所以我仲有好多朋友，我知道佢哋有拍幾多廣告啦。即係起碼 secure 咗有單噶啦。所以我應該唔係咁傻嘅。但係你嗰陣即係叫做事業上面即係搏殺期嚟噶嘛？你已經諗住投資咁大落去，你啲時間嗰啲點樣分配咧？你而家就話可能多啲時間係搞你自己飲食個品牌，咁但係你當時唔係噶嘛？你當時仲喺度砌緊噶嘛？我從來都覺得，只要你真係想，而嗰個想係好想，唔係自己呃自己嘅想，你一定搞得掂，你一定有方法嘅。即係我相信係等價交換嘅。我成日都同我啲同事講，我啲手足，如果你想得到一樣你從來未得到過嘅嘢，你就必須付出你從來未付出過嘅嘢，係一樣噶。但係就算你付出咗，你今日收唔到，有一日你會知道啊，翻嚟啦，係啊。所以個時間係難，但係如果我唔係做緊咁多嗰個時間喺演藝上邊，我又未必填到呢個生意嗰個頭嗰2年嘅數啦。係，所以其實係相輔相成嘅。咁但係知道你個後期製作公司其實中間都試過有一
似好大嘅滑鐵盧喎。最麻煩係因為我哋忙嘅時候，對嗰個社會嘅改變或者科技上嘅進度慢少少嘅時候，當時係由菲林全世界一次過由 analog 轉去數碼 digital 嘅時候，我哋啲機器全部係冇用，配合唔到。咁呢下係好得人驚。咁當時係會用3折啊，有啲真係冇人要嘅2折咁樣賣翻出去做二手嘅機器。8位數以上嘅投資可以係變咗2折咁樣，咁都好大鑊。七位數啦，七位數啦，係 Okay. 啦。因為有啲我哋都係即係唔係話最 top 或者係最新嘅。咁係咪真係頭嗰幾年嘅利潤其實都擺翻晒落去咧？又要買翻啲新嘅器材。係㗎。跟住就好多嘢一路變，跟住人又要再重新學。因為其實個初心就係唔係淨係要令到我啲戲、我啲廣告好睇啲，我係希望可以令到我哋成個行業係有進步，或者係拍得住世界。係啦，咁其實個初心就係，如果我哋覺得當時最好嘅係荷里活嗰度，咁係咪揾翻佢哋嚟教我哋係最直接？咁有咩好過我做到咁上下？自己亦都又未必再可以做得比當時更大嘅時候，我揾到一個我覺得都係我哋行頭嘅數一數二嘅大哥，嚟同我哋 merge 嚟 take up 咗我哋，進步得更加快啊！反而我同佢哋傾呢個條件嘅時候，我最大嗰個承諾就係你一定要應承，當你收購咗我哋之後，你每幾多個月、每幾多個禮拜要有嗰啲即係 technician。科技人員嚟去教翻我哋不斷香港公司、住北京公司、上海公司，我哋要學到你要引進嗰一個科技，如果唔係，我哋係唔會合作嘅。咁之後嗰1年、2年，你呢種模式好似國內嗰啲咧，嗰啲外資引入嗰啲，嗱你一定要俾嘢我學啊！如果唔係，我唔同你玩。但係如果唔係，自己真係玩泥沙嘅啫。當然你話而家我哋即係學咗3年。有冇進步到？一定有，但係我哋本身嗰個行業都要一齊進步。如果唔做呢 part，就算我喺嗰個行業都算10年，我都仲有好多竅門係哦。原來你哋咁做，即係你要推到去荷里活嗰個位，你仲係永遠都喺後邊跑緊咯，喺度追得好辛苦咯。所以係一定要有一啲咁樣嘅公司、咁樣嘅專家去知道乜嘢變咗嘅時候，話翻俾我哋知。帶住你行，係都聽過有啲訪問係你唔係用自己個名嚟去，我都有7年啦。係咯，嚟去做噶嘛，即係好多人就係話，即係星二代去做呢樣嘢好容易，但係我認識嘅，無論係富二代又好，星二代又好，其實係付出嘅努力係要比正常人多1倍，甚至以上，先至會得到人嘅認同，或者話你成功，你可能你講出嚟，人哋又會覺得，誒，你認叻啦咁樣，贏在起跑線係啦，即係又唔可以話俾人哋聽，你周圍話俾人聽，人哋覺得你囂啊咁樣。其實我想講下你呢一方面，其實我都相信你係好辛苦。但係辛苦係應該嘅，即係我覺得係辛苦係應該嘅。其實我嘅演藝事業可能都係咁嘅，即係可能我一跑出嚟，跟住就我16歲都俾人噓到20歲先至有掌聲㗎。咁但係我覺得做人就係睇你捱唔捱得過。咁其實你慣咗喎，即係咁講，其實係真係慣咗。可能我已經係慣咗，永遠仆喺度嘅時候，我會用埋我手指甲去掹，最後將我自己拉翻上去。所以我同好多同事同好多兄弟講，生存能力好強。我會話佢話你捉我咩啊？我捉你快啲死，因為就係你死過之後，先至再去翻生，你先至嗰個求生嘅本能。哇！我已經係俾人打到，你再點打我，我都應該躝得翻起身。即係其實小強嚟嘅，小強嘅意思。係啊，我話但係你哋咁順嘅時候咧，你可能跌一小級，就覺得好頂唔順，你都爬唔翻。即係而家好多後生仔或者而家嗰啲都係一樣。同埋其實你話就算我由細到大，我好細個已經係寄宿學校住。我16歲入行去揾自己第1蚊。我都係希望幫補屋企嘅。我唔係完全大家諗得咁諗住買跑車啊，買咩？我啲跑車係我 D 啦，嗰陣時我都可以講，即係我 D 嘅。
全部係3手2手，一架新嘅係老闆送嘅，當時嘅英皇送嘅。我20歲已經係供緊我個妹翻學㗎啦。即係其實我係好快喺經濟上，我係 take up 咗屋獨立到，甚至乎係仲要 support 埋屋企嘅。但係我當時有冇必要講出嚟？梗係冇啦，係咪？同埋你講都未必有人信啦。係啦，係啊，所以鬧緊。係咯，當時19歲，我今年39歲，隔咗20年，我又覺得唔緊要嘅。而即係呢個世代，你要信嗰啲就信，唔信嗰啲都會唔信㗎啦。嗱，我哋講咗咁耐啦，都知道點解霆鋒要創業啦，做咗一間後期製作公司。但係後來點解會進軍飲食業咧？我哋下一節再講。自己要識得平衡嘅，尤其是而家有呢個多媒體嘅 comments 又好，但係呢啲亦都係我最想征服嘅嘢嚟嘅。我個人就係咁希望可以，你唔信我做更多，你唔信我做更多。等於我20歲出頭嘅時候，當大家覺得我喺娛樂圈係玩下會香我嘅時候，覺得我拍戲唔係認真，我所有動作片由10樓至到40樓我都係自己跳落嚟嘅。跳1次唔夠，2次咯，2次唔夠，3部戲5部戲會剪再碌落嚟，即係我係覺得你真係要瞓身嘅，無論係創咩業都好。翻嚟節目時間，身邊咧繼續就係有謝霆鋒喺度啦，同埋有國超 Stephen 喺度嘅。啱啱講咗咧，就係上一節講咗你點樣完成咗自己嘅初心啦，將你嘅後期製作公司賣咗俾人啦。咁啊之後嗰幾年，可能你就比較 focus 自己嘅演藝工作啦。14年開始有啲飲食節目，其實係咪已經開始鋪晒路，諗住遲啲就整曲奇啊，然後又有餐廳啊，又有各樣嘅咧？因為當時咧，大家係最經常問嘅一個問題就係、你識唔識煮㗎？係咪真㗎？佢咁多時間喺做緊咁多其他嘢，佢點會識煮㗎？同埋你靚仔到咁樣，通常人哋會覺得係咯，買樣嘅，唔係靠呢樣嘢㗎嘛。跟住會問嘅就係、咁究竟你話你個風味究竟乜嘢係風味啊？咁所以我就花咗好多時間研發咗一啲我覺得最容易傳遞嘅嘢，譬如話曲奇餅。咁同埋我喺香港開咗第一間算係旗艦店啦。我希望係即係嗰個香港製造嘅精神，我哋都可以 keep 住。所以我亦都有個廠喺葵芳嘅。我亦都好榮幸得到一啲世界嘅，我哋而家成日追捧食咩餐廳係幾多星嗰啲標準機制，佢都頒咗一個榮譽俾我。我係到而家其實係未有試過有人可以攞到嗰個榮譽係未開餐廳嘅。即係1年啊嘛。你講係，即係你呢個嘢係會唔會又係話你自己有一套嘢就係好多人話你星2代，咁喂你係謝霆鋒，你用你個牌子梗係得啦，但係阿蓮唔識你噶嘛，阿蓮唔會係法國嘢嚟噶嘛，係咯，唔係因為你係阿鋒佢就頒俾你噶嘛，阿蓮係即係呢一樣嘢啊嘛，係㗎，所以我會更加希望去參與多啲外國嘅嘢，甚至乎外國嘅電視節目比賽。咁你望都望我輸啦，嗰條題咪又係可以寫得好啲。係啊。咁就係我比賽嘅時候，當然啲其他嘅大廚嘅對手係外國人嘅時候，就係因為亦都更加要證實我對呢件事嘅重視同埋認真，所以我要將自己去擺喺啲最困境嘅地方。無論係喺一啲750人嘅晚宴，我要去同其他嘅世界大廚一齊去砌嗰餐飯出嚟又好。或者去比賽又好，但係就喺呢啲過程入邊，我發覺我哋其實而家喺呢個世界嘅美食壇入邊，中餐係處於一個困境。就算你話我啲小朋友都會話，哎呀，我好想食到漢堡包 ，I want a hot dog, I want a pizza。但係你唔會同我講話，俾隻粽我咁樣，你俾我要食蝦餃，我要食叉燒包。其實我哋中意嘢都好多好嘢啊，係啊啱。但係就因為冇人去推，咁呢件係一件好大件事嚟嘅，咁樣嘅話，我哋好多我哋嘅傳統，好快就會唔見，因為我哋停留咗一個以前嘅執行佢嘅方法。你知唔知我哋第一年拍我嗰個美食節目，我同阿陳奕迅喺維園就搞咗一個3300零人嘅一齊煮雞蛋仔。嗰一日之後，到今日，我可能喺世界各地見到超過70間港式雞蛋仔
嘅出現。係之前我去韓國啊，或者去 London 嗰啲，其實都有。係啊，其實馬切斯就啱啱佢就係有個雞蛋仔，跟住就懟啲雪糕啊嗰啲咁嘅。其實好飽，我想講成。跟住亦都呢樣嘢真係好似最近先出貼咗我同埋我個節目或者係 Eason 個樣出嚟。其實可能我唔知，可能我自作多情，但係就係要大家要做一啲咁樣嘅嘢，我哋港式嘅嗰個味道，先至會出到去。如果唔係，我哋停留喺就咁一個唔做嘢唔推廣，啲小朋友又點會知道 I want a 雞蛋仔？興趣嚟㗎，煮嘢食呢個係。其實呢個興趣係真心興趣嚟嘅，同埋我自己係不嬲係好中意食嘅。但係睇唔出喎。係好矛盾嘅，我食翻嚟嘅咧，你呢個身軀，我食完好多大餐之後，我又要截一排，即係唔食。咁但係即係你本身個 discipline 係好，我好嚴謹嘅對自己，係好嚴謹嘅。咁其實就係呢個興趣開始咗，我本來係諗住做一個小型嘅分享節目，咁但係越做越大，而嗰個 scale 我又發覺其實有好多空間喺我做呢個節目嘅時候，我發覺有好多漏洞，係好多可以改進嘅空間。即係個節目唔係話鋪排要出曲奇餅嘅，真係之後我先覺得好多機制嘅空間又好，或者好啲又好模糊都好，因為我哋每個產品後邊要有呢個營養標籤。但係我已經係請好多世界知名嘅 lab 嘅實驗室去幫我 test 㗎啦。可能唔止一間，一定係唔止一間，係可能唔止2間，有3間。但係到擺出嚟嘅時候，好似我喺幾個月前，香港有本雜誌就喺度講，原來香港有幾多間曲奇係有致癌物。咁係有一大辣我哋嘅香港品牌、香港嘅公司係寫咗出嚟。我風味已經唔算高啦，我哋公司已經係好低，但係總之係佢咁寫咗出嚟。最慘就係你講一半，你唔講一半。即係如果你呢樣嘢係就咁講出嚟，你要解釋埋超過幾多為之有害先。如果你淨係個標題話霆鋒啲嘢唔好，有啲咩害，咁係好唔公平嘅。即係等於我同你講，喂，食維他命會死人嘅。原來要食好多，咁你要講如果你一日食50樽，梗係會死人啦。或者係你唔好食乜都會死，唔好食白飯啊！食白飯會有糖尿病噶，因為入邊有糖噶嘛。係啊，聽落係咪好似好冇問題？咁唔通我哋全部唔食白飯？你要講埋，如果你一日食500碗白飯，你係會有糖尿病。如果唔係，其實你係誤導緊消費者。咁有好多人又會上去講死啦！同埋其實嗰個成個連鎖嘅效應係好慘嘅。我哋去好用心咁一個香港嘅新品牌，去希望做呢件咁匠人精神嘅事，但係唔單止個事業會受到影響，你可能我哋屋企人朋友攞住我哋啲嘢去送禮，送禮話你啊得唔得㗎？咁樣啱啱上咗報紙喎，係啱啱上報紙喎。咁你諗下幾慘？最慘係我成為標題就有人睇啊嘛。點解你唔係講你哋講話最唔好嗰個，你又唔寫出嚟？你哋反而我淨係入邊有份，你又寫我出嚟。咁但係唔好理係點樣先。總之嗰個機制就係其實我覺得係有啲唔公平。如果今日我做呢個美食嘅公司，可以連同香港一齊，我好希望衷心希望謝霆鋒係可以同香港一齊設立一個機制，一個標準，一個 lab。以後如果我哋有啲乜嘢係經過一個標準之後，我哋香港人可以食到，或者我哋全國人食到嘅，可以 refer 翻 to 一個 data 一個數據，我就知道唔係啊，佢哋話 OK 啊嘛。但呢個應該係一個政府嘢嚟。嗱，講咗咁耐咧，都知霆鋒喺自己嘅生意上面咧，有非常之多自己嘅諗法嘅。未來喺演藝事業啦，同埋喺飲食事業方面有啲咩發展嘅方向咧？我哋下一集繼續同謝霆鋒傾下生意經。你點樣評價自己嘅廚藝？成日俾人批評話雞蛋仔